人生就如一條小徑，穿越咗四季嘅風景，有得有失，笑中帶淚。神讓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，就如佢喺我哋生命中安排嘅每一個季節，都有佢溫柔嘅用意。有時春光明媚，有時風雨飄搖，人生如朝露。如果興衰成敗，聚散離合，都有神嘅心意，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同埋配合呢？每個屬靈季節嘅意義，我哋有分辨得到嗎？今日就讓我哋走進人生24節氣嘅風景，打開心田，與神深耕細作。無論你處於乜嘢光景，歡迎你嚟到心之旅程第5季之季節是你寫給我的信。唔知天父又想寫一封點樣嘅信俾我哋呢？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同心電台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DJ 馬馬。各位團友，我哋開始啦！馬太福音26章31至35、69至75節。那時耶穌對他們說：今夜你們所有人都要因我絆倒，因為經上記着：我要擊打牧人，羊群就分散了。但我復活以後，要在你們之前到加利利去。彼得回應他說：即使所有人都因你絆倒，我也絕不會因你絆倒。耶穌對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夜雞叫之前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彼得說：就算要我跟你一起去死，我也決不會不認你。所有的門徒都是這樣說。之後，耶穌就被捕、被審、被打。彼得坐在外面的園子裏，有一個婢女來到他那裏，說：你也是和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。彼得在所有人面前否認，說：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他出去到了門廊那裏，有另一個婢女看見他，就對那裏的人說：這個人是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。彼得再次否認，起誓說：我不認識那個人。過了不久，站在那裏的人上前來對彼得說：你肯定是跟他們一夥的，因為你的口音洩露了你的身份。彼得就倒就發誓說：我不認識那個人。立時雞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穌說過的話：雞叫之前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他就走到外面痛哭。問下你啊，你朝早容易醒嗎？有冇計過由鬧鐘響到起到身，通常要幾多分鐘嘅呢？你又係用邊款鬧鐘鬧醒自己噶？係陰啲嗰隻啊，定係嘈到拆天嗰隻呢？有啲人呢，特別容易醒嘅，好似我阿爸阿媽咁，鬧鐘一響1分鐘都唔使，你就會聽到梳洗嘅聲音。但係呢，偏偏就生咗一個鬧鐘鬧極都鬧唔醒嘅我。唔係所有人都能夠自然醒嘅，有啲人必須靠外來嘅干預先至可以甦醒過嚟。今日嚟到24節氣嘅驚蟄，就等我哋一齊探討下，點解人咁難被吵醒，雷劈都唔醒嘅呢？驚蟄係春季第3個節氣，形容呢段時間春雷驚醒蟄伏嘅蛇蟲鼠蟻，田地開始有生機啦。其實我哋嘅靈命都係咁，
唔肯起身，好需要被上帝叫醒。可能係透過逆境、別人嘅提醒，又或者聖經話語。如果仲係叫極都叫唔醒嘅話，上帝唯有用非常嘅手段，以雷聲徹底咁樣震撼我哋，唔係為咗要嚇我哋，而係一個邀請，叫我哋迎接新嘅成長季節啦。睡眠有分深層同淺層，靈性嘅分睡都一樣。有啲淺層啲嘅問題容易啲醒，用溫婉嘅提醒就 OK。但係有啲問題深層啲、頑固啲，可能真係要嘈到拆天嘅鬧鐘，我哋先至會為所動。如果立春代表酒店 front desk 溫柔嘅 morning call， 咁樣驚蟄即係要你冇得唔起身嘅 room service。有冇諗過點解人會唔願醒嘅？或許留喺現狀太耐，漸漸麻木咗，又或者都唔係唔想改，而係都做咗咁多年人啦，話變就變咩？又或者身邊嘅人個個都係咁，個個香港人都係咁噶啦，個個基督徒都係咁噶啦，個個男人、個個女人、個個父母，成為最方便嘅合理辯解，稱之為群體催眠。又或者我哋對自己嘅認知出咗偏差，明明夢遊緊，瞓着咗，都覺得自己根本清醒。自己睇自己往往好多盲點嘅，容易高估或者低估自己。再者，我哋有幾認識自己呢？我哋好多嘅特質都係隱藏嘅，往往要等到經歷某啲嘅處境或者狀況，先至會原形畢露，先引到呢隻底牌開嚟見我。咁係乜嘢情況底下人先至會改嘅呢？曾經聽過一位家庭治療師講，改變嘅關鍵在於危機感。改變需自願，人往往被逼埋牆角，蝕到入獄，衰到貼地，先至會感受到事態嚴重，先至會認真對待，開始反思：我做咗啲乜嘢？點解會搞成咁？我同神嘅關係發生咗啲咩事？痛楚往往係人生最真實嘅老師。你試下回想返啦，最深刻嘅功課，最深切嘅反省，往往源於痛徹心扉嘅經歷。可能係一啲困境，面對病患、失業，甚至關係嘅破裂，徹底打亂咗我哋對未來大計嘅依靠，粉碎咗我哋嘅驕傲。有冇發現，曾經經歷變故嘅人都會有好多嘢想分享，因為呢啲好驚、好痛、好錯愕嘅片段，叫我哋一世都記得我哋嘅無助同埋脆弱嘅本相，敦促我哋成長，揾翻神。如果太快將痛楚除去，太快呵翻冇事，唔容許自己或者別人真正去經歷失落同埋懊悔，就會錯過咗成長嘅關鍵。清醒唔容易，痛更加艱難。但係如果唔經歷痛，清醒好多時只係表面，唔會深刻。主啊，我隱而未現嘅罪，我嘅一切你最清楚，求你監察我，引導我。我生命的每個氣息都屬於你，或坐下，或躺臥，你都曉得。你深知我的一切，從無福中找浮庇我，在聖潔的光中引導我。聖經入面都有一個經歷如驚蟄般甦醒嘅人，佢就係彼得。彼得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佢係主耶穌嘅門徒，係一個好感性、有啲衝動，會為主企出嚟嘅性情中人。
喺主耶穌被賣嘅那一夜，當佢聽到主耶穌預言會被釘十架，會被背叛，佢向主宣告：即使所有人都因你絆倒，我都絕唔會因你絆倒㗎。當晚氣氛高漲，所有門徒吶喊誓師，就算死，我也決不會不認你。何其壯觀！但係高漲嘅氣氛留唔到好耐。當耶穌被捉拿、被審判嘅時候，有婦女佢認出彼得，想揭發佢。彼得好驚，佢嘅防禦機制全線敞開，為求自保，佢驚到3次不認主。原來當人面對壓力，被逼埋牆角嘅時候，係可以好軟弱嘅。我諗彼得從來冇遇過咁可怕嘅情況，亦冇遇過咁無力同善變嘅自己。我哋都一樣，之前可能都覺得自己都 OK 啊，有返教會又有侍奉，都算係個好人啦。但係點知當試煉來臨，要付代價啦，我哋嘅底牌終於揭開。原來我哋紮根嘅唔喺磐石上，係喺流沙上面。你話彼得冇勇氣咩？又唔係。耶穌被捉拿嘅時候，佢挺身而出，揮刀斬下別人嘅耳朵，足見佢有義氣，亦好刀法。如果故事停喺呢度，可能所有人都會覺得彼得係最勇敢嘅門徒。但係主唔滿足於此，佢要得着整個彼得，為往後向彼得更大嘅託付作好預備。第一步，佢將彼得真實嘅本相呈現出嚟。留意喎，聖經冇批判彼得呢個舉動是好是壞，只係記載咗彼得3次不認主之後，走到外面痛哭。彼得佢喊啲咩？聖經冇講。你有冇試過跌倒，或者覺得自己好失敗？會唔會都一樣，覺得自己好冇用，好羞愧，覺得自己做得唔好，辜負咗主俾嘅機會？羞愧嘅感覺可以好沉重嘅。對唔住啊，主，我唔想噶。原來我可以咁自私，咁軟弱。我冇面見你。喺憂傷痛悔裏面，我哋開始停頓，睇清楚自己。呢份停頓對於醒覺好緊要。喺傷痛裏面，我哋終於肯停低，唔再淡化之前嘅缺失，亦都唔再高舉自己嗰啲道理。我哋與虛假嘅認知割裂，讓出空間，重新發現自己。除非我哋先有空間，否則無法灌注真相同埋主嘅真理。原來今日睇真啲係咁激烈噶。彼得跌倒之後，佢冇無動於衷，佢痛哭，佢停頓。彼得諗翻起，原來主一早就知道佢會跌倒，主從來都知道。更震撼彼得嘅係，縱然主知道人會失信，會背叛佢，但係主仍然相信我哋，接納我哋。主真係好。在你左前，有無盡的恩惠；在你跟前，有醫治與釋放；在你眼前，我是無你所愛；在你腳前，之後耶穌復活，佢去加利利海邊揾翻呢一班門徒。我哋嘅主點樣面對曾經背叛佢嘅人？我哋一齊聽下。約翰福音21章15至18節。他們吃過早飯，耶穌對西門彼得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？
彼得說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對他說：你餵養我的小羊。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嗎？彼得說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說：你牧養我的羊。耶穌第三次對他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嗎？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：你愛我嗎？就憂愁起來，對耶穌說：主啊，你知道一切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說：你餵養我的羊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你年輕的時候自己束上腰帶，隨意往來。可是你年老的時候，將要伸出雙手，別人要把你束上，帶你到你不願意去的地方。悔疚嘅彼得終於遇到主，百感交集。有時對住主，我哋會唔會都係咁？會記住自己做得唔好，唔配得到主嘅愛。人點解咁怕失敗？就係因為通常我哋犯錯之後，迎嚟嘅係批評、嘲笑同埋拒絕。嗰份冷漠同埋離棄，足以讓人無力踏前。佢嘅恩典係主動嘅，佢主動尋找返彼得，佢透過3次嘅提問，你愛我嗎？嚟修復與彼得嘅關係。倒空自己嘅彼得，被主嘅愛重新澆灌，得着醫治、釋放同更深嘅覺醒。3次不認主、誠信破產嘅門徒，重新遇上主3次恩典嘅邀請。主耶穌將彼得嘅內疚轉化為愛嘅動力。我今日點樣愛你，你他日要點樣愛我嘅小羊。呢個經歷成為彼得日後謙卑承擔教會嘅基石，讓佢由快刀手成為會勸喻門徒要彼此相愛嘅牧者，最終相傳為主殉道，倒吊喺十字架上而死。當日彼得話：即使所有人都因你絆倒，我都絕唔會因你絆倒，同埋就算死，我都決唔會唔認你。而家睇返，彼得冇失信，佢最後做到，所有門徒都做到。主最後灌注俾彼得，預言彼得會點樣殉道，係教導彼得用佢嘅目光去睇自己。仿佛係主告訴彼得：我之前喺你叻唔切揮刀斬向別人嘅時候，話俾你聽你會3次不認我，唔係因為我想你灰心，而係希望你可以學用我嘅目光去睇到你嘅本相。但係我唔係淨係留意到你跌倒，我更加睇到往後你哋點樣為我受苦成長至死忠心。我知道你哋愛我，所以唔好停留喺過去。由今日開始，學習用我嘅目光去睇你將來嘅路，以主嘅目光代替我哋嘅目光，就係覺醒嘅開始。有好多人可能喺愛主嘅路上，會覺得受過傷、跌倒過，唔敢再愛了。但就係因為跌倒過，我哋先發現，原來主無條件嘅愛係咁珍貴。成聖嘅路雖然艱難，卻係滿有榮耀。倘若你曾經經歷過好大嘅挫折，又或者正面對人生嘅風浪，跌倒咗，願你唔好放棄，主冇放棄你，你同主嘅故事未完㗎。起身，願主親自今日尋找你，
安慰你、醫治你、釋放你。喺主嘅座前，我哋重新用生命去回應佢嘅愛。在你座前有無盡的恩惠，在你跟前有醫治與釋放，在你眼前我是蒙你所愛，在你腳前讓我謙卑敬拜。你而家又或者曾經有冇經歷過一個失敗或者軟弱嘅季節啊？試下與主一同去回顧以愛凝望呢個片段啦，慢慢睇下睇唔睇到一啲新嘅發現啦。主如果今日都問你，你愛我嗎？你會點樣答佢啊？喺你跌倒嘅地方，你願意起身，讓主重新建立你、使用你嗎？我哋喺度同主傾下偈。深知我一切嘅主，我感謝你。因為你知道我嘅所有，但係你仍然愛我，相信我。主啊，好對唔住，我有好多地方都做得唔好。有時當我跌倒，連我自己都唔再信自己，唔放過自己，活喺自責入面。求主你赦免我。今日求你喺我軟弱嘅地方尋找我，醫治我，倒空我，並以真理同愛重新澆灌我。喺我沉淪嘅地方，願你徹底嘅叫醒我，再次讓我行喺你心意入面，喺你嘅愛裏面被你得着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啱啱聽過嘅有木木老師嘅誠意之作，在你座前。各位團友，今日嘅靈修，唔知主有冇同你講說話呢？生活繁忙，有時真係需要空間去整合，聆聽一下主嘅聲音，並且將自己倒空，騰出空間，沉澱一下侍奉同埋信仰。有見及此，我哋喺7月26日星期六將會重返大家最喜愛嘅烏溪沙青年新村，舉辦全新大型高峰特會 Facing God， 騰出一日空間，聆聽主嘅話，專心敬拜主。今年主題為啟示錄 First Love 起初的愛。主講嘅講員係我好期待嘅，有播道神學院院長文建寬博士，同埋香港神學院歷史課特約教授鄧瑞強博士。鄧博士詮釋啟示錄入木三分，不容錯過。另外，今年特設6個工作坊，主題亦係好特別、好吸引，亦係為教會弟兄姊妹度身訂造。
早鳥優惠截止日期6月30日，可以同香港唔同教會嘅弟兄姊妹一齊敬拜，盡心信仰，尋回起初嘅愛，係好令人振奮嘅事。報名從速啊！今年設有 group discount， 希望見到你啦！可以喺我哋網站報名。最後同大家報一報天氣，一齊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啊！預測下次將會大致多雲，間中有毛毛雨，係清明嘅季節啦。至於鄰近海域、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、香港以南、沙堤以南、海南島沿岸等地嘅四極都要敬畏耶和華，同埋如果你曾經跌倒過、昏睡過，唔好放棄。我哋翻返去主嘅愛中，喺憂傷痛悔中得着醫治、赦罪同埋釋放，重新甦醒再上路。我哋彼此同行，不孤單。下次清明再見啦，拜拜。就算於荒野地，你一生作我居所，我願回歸你的愛。